喂，在 Threads 咧滑到有人討論吹啊，哎呀，問香港人怎麼吃沙梨蛋糕啊，有幾個選項啊，然後看到有個記者留言什麼攪爛牛奶加一起，哇，好大雨啊！喂，馬上來買巧克力最正，喂，你們用其他蛋糕都 OK，不一定要用沙梨啊咁樣反出來，車依兩 pan 啦，丟進個杯裏面，大概車細夠一點啊，係啊，不然太硬咧嚼不嚟。我喜歡加一點點黑糖啊，倒嚟一半多一點就 OK 啊。大概咁樣，係啊，可能要再多一點點，攪完再看。哇，慢啊，舉手啊，等一下邊喝巧克力邊吃，攪爛就做完啦。所以你們有生蛋糕就可以這樣嚼啊，很好喝。哇，用這個日本做的靚杯啊，哇，你直接倒下去，加頭隻鮮奶油啊，整一篤啦。哇，靚啊，拍啲氣球嗰啲水，玩未啊？哇，你間玩味蛋糕嚟食，你睇下喎，你睇下會。我這個杯咧歪咗，你睇不平咧，這樣佢